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高雄二圣路上的台铁电气化以及路面限高架日前进行拆除，拆除工程需启用2台大型吊车，同时封闭路段3小时，工程浩大。不止当地民众好奇，更有铁道迷制作手板到现场拍照留念。工人在吊车上仔细地烧断连接的铁环，一旁2台吊车早已牢牢架住限高架的两端。位在二圣路原台铁临港线平交道的限高架，由于台铁机场早已迁移至潮州，机场不再需要管制路段进行吊车。到公处选在日前封闭二圣路3小时，将矗立在路上的限高架进行拆除，代表台铁高雄机场铁道运行的城市记忆正式走入历史。以前会一天封路2次，它一开始是没有了，然后就是一直封，一直有车子来，它就要放下来，那造成居民的困扰，所以后来调整成一天2次。那后来又再继续限缩，调整成一天1次而已。那当然后来因为这个工厂已经搬家搬到潮州，所以就再也没有这个限制了。早上管制2个小时，下午管制2个小时，所以这个地段的房价没有人要，不会高，也没有人要买，因为那时候没有前时段通行了，所以这个后来就下午就通行了，只限早上2个小时嘛。那后来最后就全部通行了，而且后面的铁路机场也搬走了。那以前就有很多铁道迷在高雄机场早上吊车啊，有一些客货车啊，这样进出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限高架底下拍照，这样子算是蛮多铁道迷的一个回忆啊。这样工程进行时，不止当地民众好奇，不少铁道迷更是制作纪念手板拍照留念。限高架从旧铁轨时代就存在，算是铁路电气化的遗迹。我觉得在以前这边还在运作的时候，它算是一个蛮特别的风景因为它封路的那一刻，那个摩托车经过它都会当场掉头，就悻然的离开。我觉得那个是蛮生动的一个画面。这个限高架以东再过去一点，就是以前高雄县的部分。对，那因为很久以前在这附近都是田，那也当初在盖高雄机场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建筑物在这里。那后来因为就是民众要通行的需求，所以才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平交道。那这在台湾其实也是一个蛮独特，非常独特，然后非常有一个在地特色的地景。那以前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很喜欢来这边拍照，那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就抱着再会与感谢的心情来跟这个限高架道别。由于台铁高雄机场完成都市计划变更，将进行园区整建，限高架可能阻碍工程车进出，因此拆除，也代表机场周边新时代将来临。期待越快越好。希望这边发展好一些。对呀，对，带动这边的经济啊，带动这里的经济发展能更好。对，我可以往后面跑了。对，退休的时候我可以在这边走一走，到处跑一跑，不用每次跑到卫武营去了。台铁高雄机场完成都市计划变更，也带动周边城市景象的改变，迈向下一个新阶段。记者潘志光、吴佩珊高雄报道。想要升职加薪、祈求好运，有时候除了努力，也要来点仪式感。高雄创意包子店推出升官包和好运包，暗藏好兆头的玄机。不少民众在面试，甚至是买彩券前，特地来买上一颗，讨个吉利。撕开包子，金黄色的咸蛋流沙不断滴出来。高雄的创意包子店设计出10多款特色口味，其中最特别的非这款升官包莫属。内馅竹笋代表着节节高升，与一旁的好运包都有着好兆头。升官包是用笋子下去做啊，笋子就是有点升官发财的那个概念，所以我们把它取成升官包。那这个名字让蛮多上班族都喜欢购买升官包，因为取一个好兆头，会觉得说我吃这个之后，我可能在职场上面比较顺遂啊，然后比较好升官。是来上课，然后我是路过经过，然后看到这边好像有人在排队，所以就来了。今天买的是什么口味的包子呢？是鲜肉包，会想要尝鲜啊。我们还有另外一款蛋黄豆包，我们把它取叫好运包，因为它就是你会吃到里面有一颗咸蛋黄，会寓意我今天吃到一个好运。对，所以也是蛮多人会喜欢点购那个好运包，会觉得说讨个好兆头这样子。我们包子制作过程，因为我们
全部都手工做，然后因为尤其压面这个过程蛮重要，是因为我们要手工把它的那个空气排出来，那这样它的表皮光滑漂亮，然后又不会有那个碰腿的那个状况。从揉面到包馅，每道工程都不马虎。在面团上撒下辣椒粉，麻辣肉包就连外皮都能吃到麻辣风味，内馅更融入花椒粉，让人每一口都又麻又辣。又麻又辣，又麻又辣是因为我们使用自己炒的那个辣油，然后拌进猪肉馅里面，然后为了要让做出区隔性，不要让他觉得说像一般的辣味肉包，我们添加了四川的大红袍花椒，那有一点川味的香气存在，所以吃起来会觉得说，酥麻酥麻，爽，很辣爽口这样子。辣油的花椒打碎了，然后我们是用大红袍花椒，是使用花椒粉，所以你只会吃到那个麻麻口感，但不会吃到那个花椒的那种颗粒感，是舒服，让你的口感是舒服的。想要给自己加点好运的民众，不妨试试这颗创意包子，带着好味道与好兆头，开启新的一天。记者魏国庆、李品龙高雄报道。高雄市政府规划在双湖公园内新辟12米道路，期盼疏解仁雄路拥塞问题。但该路线将直接穿越整个森林公园，引发环保团体强烈反弹，认为此举将破坏原有的绿地生态，无助提升公园人气。市府则回应会审慎评估，兼顾交通与环境需求。高雄市政府近期规划将在双湖公园开辟一条12米宽的道路，直接连通三民到仁武地区，希望可以解决仁雄路通勤时段车流拥塞的状况，并成为仁武通往市区的替代路线。不过，在森林公园内开辟道路，是否会对当地原生态造成冲击，也引发了外界关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负面的，因为当初双湖公园花了好几亿去开辟。那一条路刚好就是园区主要的散步游憩的最核心的一个游园步道。那你游园步道变成是马路的时候，整个双湖公园就怎么样？一分为二，它的观光游憩的价值就消失了。双湖公园在2018年启用过后，虽然有大面积的绿质景观与湖岸优势，但位置偏僻，加上前身是富鼎金公墓，部分市民留有刻板印象，导致园区内部人气始终不见起色，还被形容是都市的绿色秘境。它之前是公墓嘛，那会过来的通常都是那个误闯的。对啊，因为它现在公园那边的路它还没修好，所以就是也不好走啊。所以他应该要赶快跟一些生态团体合作，把那边营造的更自然，然后林荫，那甚至生态。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越来越多人想要进去使用。还有它的入口两边应该要设有停车场。然后应该要设有所谓的厕所或是一个园区管理中心，那人在使用上就会觉得比较愿意。环团表示，如果在公园腹地内开辟一条常态性的穿越道路，势必会影响到栖地的完整性，对原有的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品质构成威胁。质疑此举是否能够带动园区的复苏，建议市府应该要优先考量改善公共设施，才有机会吸引人流。你去连接这里的道路它原本就有很多道路可以接啦。其实就是应该是走它的双湖公园的外围，而不是把它贯穿所以他要去思考这个部分而不是这样子好像胡乱的开一条把它破过去。我觉得好像是过去的建设，现在又把它推翻。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划是草案的规划，拓宽成12米道路之后，其实我们还会在下面的那个路基下方，我们会设置个生态廊道，让双湖公园多元的那个生态的小动物都能够让它能够借由生态廊道来做通行使用。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开了路之后又去影响到这边的生态。高雄公务局表示，目前新辟道路都还在规划阶段，未来是否能够在不牺牲生态的前提下，兼顾区域交通的需求，还需要有待观察。记者孙军高雄报道。高雄国际商工走过70多年历史，2022年因少子化正式退场，校舍闲置1年多后，市府规划全新用途。这片近3公顷的校地即将拆除改建，南侧将推动捷运联开案，北侧则作为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预定地，期盼翻转旧有印象，打造兼具交通与医疗的新亮点。
校园内停满了大量的大型机具，可以看到工作人员们正在进行拆除棚架。这里是高雄的国际商工，该校在2022年8月退场停止招生，校地闲置1年多，近期终于准备开始进行拆除作业。希望赶快重建啊！对啊，因为放在那边也是没有用啊。它放蛮久的了。对啊，是近期才有来挡岗啊。国际商工校地占约2.96公顷，高雄市政府预计将推动 TOD， 南侧作为捷运开发区将进行联开案，北侧则预计由中山大学进驻，作为医学院预定地，串联周边医疗院所，形成高雄健康园区。那预计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所有的拆除作业，总共拆除的楼地板面积约是大概34000平方公尺左右。那预计北侧的部分会是规划成医学院的文教区，南侧的部分会是捷运的联合开发区。那现在在都市计划的公开阅览当中，现在已经4月1号公开阅览完成，那接下来会进到都委会去做审议。目前拆除作业正在进行前置工程，预计约200个工作天。将拆除6栋5至6层的校舍，附近居民期待工程能够尽速完成，移除混杂的废弃校园，为当地带来新气象。以前这里确实很热闹啦，因为这一栋已经荒废那么久了，盖起来一定人潮应该会回来啊，有用起来，人潮变多了，我们当然对我们商家一定是有更好的啊。对啊，你像他后面那个医学院进来，学生也有进来。当然，我们这里不管吃的还是我做车行的，都一定会有大加分啦。在凯旋路以及那个德安街的部分，我们会保持双向通行，不会影响到居民的进出。但是在靠近北侧的最后一栋要拆除的时候，德安街的3巷会封闭75个工作天。那整个拆除作业我们会加速的赶办。国际商工在少子化浪潮画下句点，如今即将蜕变为高雄医疗与交通发展的关键拼图，也为高雄苓雅区的转变带来新篇章。记者传君高雄报道。高雄地冠市火车站主体在2021年正式回归中轴线，结束了近20年的漂泊旅程。但因缺乏经费修缮，自定位后就不曾开放民众自由入内参观。有议员表示，是否请文化局尽速处理，期盼能与车站商场一同开放。高雄火车站旧车站大厅缓慢移动，开始了近20年的搬迁之旅。前后共计2次的搬迁费用约3亿元，但站体仅在第1次搬迁之后，作为愿景馆开放入内参观。第2次就位后就未曾开启，就有议员提出疑问：何时才能让民众自由进入观看？火车站已经完成了，那这个地冠式建筑也移回去了，那是一个高雄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标。那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对高雄市民来开放？然后真的让高雄火车站是一个很完整的火车站。因为这个地冠式建筑，它其实所有权是台铁，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协助台铁提出协助他们跟文化部文资局提出补助计划，那现在还没有核定。那如果说以核定的期程，应该是最快应该在下半年。所以如果我们他有委托我们做修复工程嘛，所以如果照正常，应该是年底或是明年初，我们可以进行那个工程的发包。那它的期程最快应该116年的年底，就是2027。好，那这个再拜托局长，我想这个如果可以跟火车站，比如2027可能也跟它的商场一并的来开放。从2002年开始搬迁的地冠式车站，历经更名高雄愿景馆、高雄铁路地下化展示馆等，最终在2020年9月1号永久闭馆，并在隔年正式落脚于现址，为近20年的旅途画下句号。但自此也封闭，不再对外展示，让民众相当惋惜。我就是在这里上班，对，而且以前就是员工，对不对？对，现在东站嘛，以前的东站呐，对，然后我现在孩子这么大，40年后再过来，对，就很可惜呀。本来我想说这样进去看看，就不知道现在都关起来，我不知道，我是到这边才知道关掉了。可是我觉得光是不能进去的话，参观也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对，因为像我可能本身没有住在这边，然后突然看到一个景点，我觉得还蛮漂亮，蛮有纪念跟一个文化的感觉，但是它突然封起来。
目前高雄市府已经协助台铁向文资局提出修缮补助计划，但尚未核定拨款，最快将于2027年底完成修缮。至于开放日，目前仍未定案。未来高雄车站，这个地冠式车站要做什么样的使用？我想在未来的时间，随着文化局对这个地冠式车站的修复，我觉得同步也要跟市民朋友来讨论可以怎么样把这个地冠式车站，除了它作为一个古迹的保护以外，是不是可以也同步开放做什么样的行为，然后结合未来的高雄火车站，甚至是周遭的商场。作为一个未来高雄市一个地标跟亮点。历经近20年的搬迁，今年已经84岁的地冠式车站饱经风霜，也期望修缮之后能让这一座见证高雄城市发展的历史建筑再次重生，陪伴高雄迈入下一个纪元。记者陈奕轩高雄报道。台南市安南区在地经营近40年的鹅肉店，店内的鹅肉料理和现炒海产食材新鲜又平价，生意相当好。而且主厨鹅肉祥还兼做外汇办桌，不管是神明生日、嫁娶、婚宴都接，料好实在、美味丰盛的办桌菜，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农历3月，神明圣诞，许多庙宇除了办庆典来祝寿，信众更是虔诚来参拜迎热闹。当然，迎合传统宗教节庆，吃拜拜保平安更是重要习俗。安南区在地经营30-40年的阿祥鹅肉，他们外汇的好功夫更是众人皆知。所以安南区本院寮慈和会配合天上圣母的神明圣诞，也一定要请他们来办桌。伫咱这安南区这40-50天来大家鹅肉爱得志伊的店也伫咱安中路3段736號歡迎大家有闲去食伊阿祥锅巴安南區上讚他们除了在地相当的知名以外呢，也冇在做外汇，所以我们时常看到喜宴也好，或是说我们的神明的圣诞千秋平安宴也好，都会时常看到我们阿祥鹅肉的踪影。这阵多是咱的神明生所以很多寺庙也都办理所谓的平安夜的活动。在这呢刚好我们的整个一个阿祥鹅肉，它也生意也可以说络绎不绝那今天在咱那个本院寮组合会家天雄寺庙家也是他担任主持啦。阿祥鹅肉为圣明圣诞所准备的菜色，除了食材相当丰富，也坚持在地古早味。就像处理南京风鸡、风肉这几道拿手菜，都得2-3个小时，工序相当繁复。阮所做的就是传承一寡讲古早所遗传过来一寡迄较古早的古早菜。所以有一寡人情风格，一般即阵新少年的一寡厨师拢较毋捌做，所以阮就是拢会去做一寡像个鱼翅羹啦、南前鸡啦、大风肉啦、火烧肠啦。适逢神明圣诞的旺季，阿祥鹅肉有时候一天得办将近200桌。至今鹅肉祥还是亲身来操刀掌控全场，而长期所累积的好手艺，后辈也愿意传承。俗话说，中破塞惊驾到，感念爸爸的辛劳。他们都要很早就起床准备，然后尤其是家中岛的时阵，他们就要那个1-2点就要备料，就是整理确认那个食材等等，然后到现场要3点。我觉得爸爸很辛苦，那也谢谢大家这么喜爱他的料理，实在好吃赞。在成功热闹办桌的背后，全家人的齐心，正是将阿祥鹅肉继续发光发热的关键。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主打自然独一无二，打造时尚家居生活的潮家具全新品牌正式进驻台南大圆柏，为注重生活品质的现代人打造出兼具机能性及艺术感的家居产品。不仅针对客户不同需求，能定制专属的特色家具，各种餐具也可以客制化，让客人的时尚家居生活永远独一无二。以自然素材和专属设计打造时尚居家生活的水韵木坊，目前在台南大圆柏6楼新柜登场，特别推出一系列兼具艺术感与机能性的家居产品，并会针对不同客户需求，为其打造专属的特色家具。
水域木坊的话，因为现代人都是比较着重生活品质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就是有结合一些艺术，然后整个像我们的产品的话，都会以艺术结合，然后定制个人的需求。除了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家具，水域木坊也可依照客户需求制作中岛台，并可搭配琉璃台、电磁炉以及可伸缩的岩板餐桌等组合。像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一个琉璃台的部分，那它是有一个伸缩性的功能，不使用的时候可以让它出现，那如果需要使用的话，就可以让它出现。然后另外旁边这里有结合一个洗杯器，那杯子就是直接放置上去，然后压制它，然后它就会这样子把它冲洗干净。中岛台它本身可以依照每个人的需求做量身定做，那我们可以搭配像他们的电磁炉啊，或者是一些洗手台呀，或者是像我们的泡茶桌，它的方式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可以依照顾客的需求下去做一些选配。那另外我们还有艺术桌的部分，那艺术桌的部分的话，它是本身有用我们独一无二的实木，加上一些树脂的腰的一些搭配，然后结合我们的河流桌的方式去呈现一个艺术的桌子。它不只单单一个看起来像桌子，它也像一幅画一样呈现一个艺术感。不止家具能客制化，专柜展售的各种餐具，同样也可以依照客户的意思，将 logo 或者是图案印制上去，让你的时尚家居生活永远独一无二。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公所首办镇北好行文化巡礼践行活动，市长黄伟哲带领近1000位的参加者，由小北门遗址名胜出发，走访大小北门之间3条历史街道景点。北区区公所特制9款印章，让民众沿途盖章，吸引集章民参加。镇北好行，北区真行，赞啦！北区镇北好行践行活动正式展开，可爱的猫头鹰吉祥物，还有各里里民有活力的健康操揭开序幕。随后，台南市长黄伟哲、立委陈亭妃与林俊宪在小北门遗址的明德国中前鸣笛齐走。今天的镇北好行能够走过好几个文化景点哦，能够知道我们北区很多好棒的地方。路线全长3.2公里，会经过镇北坊各大名胜景点和宫庙，包括台南公园、321巷艺术聚落、开基玉皇宫、新济宫、三老爷宫、元和宫、镇山城隍庙。全程安排9个集章地点，全部收集满可以换纪念品。伫咧清朝时代，咱规个镇北坊园区呢，上重要的上重要，伊就是咱的行政官员甲咱的军事的重镇，所以希望透过这道的活动，互所有民众更了解咱北区的文化，然后也可以在平时呢多来北区走访我们的一个景点。北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宝地，有大小北门、台庆街等3条历史街道，还有很多100年老店，像是旧来发饼铺等等。北区的文化深度和中西区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记者收回台的报道。为了推动爱护动物与环境保育观念，一间佛教基金会在台南关庙护生教育示范园区举办萌宠同乐会，其中还安排了特殊的宠物皈依仪式，吸引不少民众带着自家宠物前往参加，接受法师的祝福。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法师口中念念有词，帮猫咪做皈依的仪式。现在宠物已经是人类家庭的一份子，也要让他们感受佛菩萨的加持，祈愿平安健康。有民众除了带着狗狗前来，还有鸟、兔子、黄金鼠，甚至是鸭子和松狮蜥都能接受皈依。他们说它可以让它以后投胎成人，所以就带他们来祈福。松狮蜥，然后它的名字叫做河豚。那我们一般进行的方式就是会对着这个宠物啊，我们会帮它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3皈依啊，或者是帮它
诵经或者是称念菩萨名号。福智佛教基金会举办萌宠同乐会，这天有社工动物辅导师指导帮助动物适应人类环境，也为毛小孩种下爱心树，实践低碳环境永续。同时鼓励以蔬食行动爱护动物，连宠物也能吃无肉饲料。召集了一些兽医师、营养师，甚至中医师调配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蔬食的总和饲料。那它的矿物质、它的维生素，甚至益生菌，所有的动物都需要。因为动物都蛮弱势的嘛，要守护动物。所以就要从以前的概念食物，动物是食物，变成动物是朋友。现在推动这个概念之后，变成你就要推动蔬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福智关庙护生园区多年来收容牛、羊等动物，定期推广护生活动，希望落实友善动物和生命教育的观念。记者苏怀腾的报道。新北市教育局将提供全国经手荣誉的精英学子们机票、住宿与课程补助，学子可前往东京电子专门学校、全球首座机器人与 AI 科学馆、英国剑桥科学园区、剑桥大学与 Mini Cooper 汽车产业进行深度探索，在真实场域中体验，全面拓展这群金手们的国际视野，让技职教育与世界无缝接轨。为了让新北技职教育的顶尖学子有机会前往海外与国际接轨，新北市教育局日前举办新北金手国际见学发布会，将提供113学年度45座金手与68个优胜、4个团体奖的顶尖技艺生们机票、住宿与课程补助，让学生有机会走进东京电子专门学校、全球首座机器人与 AI 科学馆、英国剑桥科学园区、剑桥大学与 Mini Cooper 汽车产业进行深度探索，在真实场域中体验，全面拓展金手们的国际视野，让新北技职教育与全世界无缝接轨。发布会上，同学们也纷纷穿上即将前往国家的文化服饰，用日韩英文自我介绍，展现学习的企图心。来自樟树实中的资讯科吴俊明表示，他从未去过英国，很期待这次的学习旅程，让他有机会能更精进自己在 AI 机器人领域中的相关技术。我这次要寄送的国家是英国，那英国是一个欧洲算是蛮有名的国家，也是我没有去过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也很期待这次去的每个行程中都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技术，然后也可以改变我对世界的一个观感、世界观。然后希望可以在这次的行程中学习到有关于我机器人技术相关的知识。而新北高工资讯处理科的林家居则指出，自己对日本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也预计在学习之旅的最后一天参访千叶高中的情报技术科，希望能与日本的学生交流，将商业与资讯处理融合，培养自己更多的技术力。是去日本的国家，然后在最后一天会有一个我蛮感兴趣的，就是我们去参访千叶高中的情报技术科，因为它跟我们基础科很像，然后我想要去学一些他们怎么去把资讯和商业方面结合一些技术，对，然后我也对于那些日本那些剑道啊，然后还有那种茶的文化很感兴趣，那种传统文化，然后还有一个相扑的体验，这些都是我想要去日本然后去学习的。新北教育局表示，金手见学团队由荣获全国5大类技艺竞赛金手奖与优胜奖的学生与教师组成。这次金手见学的行前培训以技艺起学为主题，一起学、一起创、一起做、一起负责4大核心，鼓励学生从自身专业出发，连结国际趋势，希望能建立起新北学子们全球职涯观。技职私立，世界起飞。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新北市莺歌区年度盛事创意绘画比赛征件活动，今年是以“动的美丽，因你而美”为主题，邀请大小朋友用画笔捕捉生活中关于运动的美好画面。参赛者不限居住地，共分成6个组别竞赛，即日起开放征件。
邀请民众造访莺歌，捕捉生活中的美。新北市莺歌区公所举办创意绘画比赛，今年的主题是“动的美丽，因你而美”，鼓励大家观察莺歌日常生活中与运动有关的美丽画面，像是球场上的奔跑、街头运动的风景，或是亲子健行、晨跑活动，都能成为创作的灵感。莺歌是个文化之都，也是个陶土的城市，它有很多的人文，还有很多的历史。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绘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莺歌，让莺歌的能见度能够提升。比赛对象不限莺歌在地居民，只要作品描绘的主题与莺歌相关，都能参加。而组别共分成6组，从幼儿园组到社会组都有。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年龄，按照组别参加，共同参与这项年度盛事。这次的活动即日起到6月2号为止。我们怎么会想要办这样的征集活动？主要想要为莺歌地区带来什么样的能量？莺歌是个文化之都，也是个陶土的城市，它有很多的人文，还有很多的历史。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绘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莺歌，让莺歌的能见度能够提升。OK， 那这次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刚刚有听到，好像有比较特别的奖项，就是我们要怎么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比赛？我们这次除了有奖状、奖品以外，另外有加码的礼券，可以给得奖的大朋友、小朋友。征件时间即日起到6月2号，民众创作完后，可以将作品送到莺歌区公所民政课，经专业的评审团队评选，不仅可以获得奖状、奖品与现金礼券，还有机会在区公所及艺文空间公开展出，让更多人看见莺歌之美。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把生活中所观察到的运动美丽画出来。得奖的大朋友、小朋友，除了有奖品以外，还有加码的礼券可以带回家哦。赶快来领取图画纸。桃园区公所日前举办114年模范母亲表扬活动，由桃园市副市长王明具颁奖表扬83位伟大母亲，感谢母亲们常年无私奉献，是家庭的核心力量，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期盼持续凝聚社会力量，让桃园成为进步幸福的城市。桃园区公所日前举办114年模范母亲表扬活动，由桃园副市长王明具颁奖表扬83位伟大的母亲。副市长表示，感谢母亲们常年无私奉献，是家庭的核心力量，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祝福所有母亲健康平安，家庭和乐，期盼能持续凝聚社会力量，让桃园成为更进步幸福的城市。去年呢，成立了妇幼局，也推出了很多对我们的年轻妈妈们准妈妈们非常友善的政策，包括我们的好运专车还有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我们的孕产妇的全方位的守护计划其实都是希望我们的妈妈们能够在照顾下一代的时候呢，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能够把妈妈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幸福。也希望呢，透过我们市政府的一系列的政策让桃园变成所有的妈妈们呢最快乐的地方。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母亲为家庭为社会的贡献。泰山里的模范母亲李阿邦已经高龄91岁，生了8个孩子，多年来勤俭持家，不浪费任何资源。她非常开心能够得奖，儿子也陪同出席，表示母亲真的很辛苦，为她感到骄傲与荣幸。真欢喜的呢，就遇到我可能第好几摆，90几年第一道。对，真欢喜。我们就高兴啊，替他高兴，来帮他庆祝吧。因为我们家小孩多了所以大家都成年小时候都很辛苦，现在都比较舒服一点了。很高兴这样子平安过日子就好。清基里的模范母亲由陈丽华在丈夫退休后当选里长后，一同服务乡亲长达12年，志工服务总时数超过6000小时，还获得内政部金头奖的殊荣。她很高兴能够得奖，孙子也陪同受奖，为奶奶感到骄傲。很谢谢里长的爱心很感动，真的很谢谢里长的爱心，给我这个机会太感恩他了我心情很好啊，我觉得对，很骄傲，阿嬷可以得到那个荣誉母亲，对，谢谢黄里长。
立法委员万美玲也特别到场参与活动，她自己身为母亲，相当能体会做妈妈的辛苦与付出，也感谢现场每一位母亲为家庭的奉献与辛苦。我们从生了孩子那一刻开始起，成为一个妈妈，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也是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陪着我们的孩子，这个慢慢的长大，成长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奠下很多美好的回忆。我想这是做妈妈上天给我们最棒的、最幸福的。那当然，我想妈妈对孩子的爱一定永远都是无私的。今天在现场所有的母亲，要谢谢你们。不管是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庭照顾得这么好，那么只要家庭好了，那么我想这整个社会、国家就会非常的棒。桃园区114年度模范母亲共计83位，其中最高龄的是95岁的关安淑云女士，她独自抚养子女，并常年投入公益，展现坚韧无私的母爱。区公所表示，这些母亲不仅是家庭的支柱，也为社会带来正面力量，展现桃园母亲的爱心与韧性。期盼大家持续维护家庭稳定、健康和乐，共同让桃园更加美好。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一名大园子弟在中立开了一间相当特别的美式炸鸡店，不但主打薄皮炸鸡，店内的每一层楼还有不同的艺术气氛，是一间充满艺术气息的炸鸡店。走进店里，墙面画满3D 彩绘，有的还跟装潢融为一体，很难想象这是一间美式炸鸡店。店门口大大的透明烤箱正烘烤着美味鸡腿，油脂顺着铁丝滴下，光用看着就让人好想吃一口。鸡肉使用独门秘方，用10多种佐料搭配中药材，并且主打薄皮，让顾客一吃就能吃到满足。它这个烤鸡腿，它是哇，里面都有那个汁，其实在吃的时候那个汁都会留在嘴巴里面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新鲜的鸡肉。还有这个鸡皮本身也非常的香。从小就开始吃炸鸡了。然而业者可不是餐饮出身，而是一位艺术家。因为喜欢吃鸡，发现连锁店的鸡肉都出自中央厨房，还以微波加热处理。曾因为这样跟店员抱怨自己的失望，没想到还被店员反呛。我去买他们的烤腿餐的时候，惊觉到某家餐厅的烤腿餐，并不是我想象的，是当场现烤。而是用中央厨房的人工料理微波加热的。当下店员回复了我一句话：“你可以自己开一家。”这样毅然决定了，我自己就筹备了。如果有一天我能用最好的鸡肉、最好的品质给的客人，所以说在3年多前，我开始筹划了这家店。有了不好的经验，老板决定酝酿创业的构想。在吃很多间的鸡肉美食后，从中研发出独创配方的鸡肉口感。我亲自去每一家店，去攫取他们的精华，然后呢，加上自己特殊的调味，然后用多种中药材及天然的蔬果层次而成。我们跟一般的炸鸡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算薄皮嫩鸡的。所以我们咬下去，直接就可以咬到肉汁，对，它就会滴汁。一般都会裹粉，我们怎么不裹粉？因为我们不想要就是客人可能吃下去一咬就是外面那一层皮很厚，对，他一吃就可以吃到我们鸡肉的原味。我们一般你要吃到薄皮的鸡，因为它这个几乎就是没有什么粉，它就是这个鸡皮原本的那个感觉这样子。然后也是一样，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汁，所以我觉得像炸鸡来讲，就是第一个特色就是薄皮。那第二个特色就是它是有肠汁在里面的，吃下去不会口很干。除了鸡肉好吃，店里头的风格也独具一格，不只有3D 彩绘，还有音乐吧台，不定时有创作者驻唱，而这些都是身为艺术家老板的巧思。因为我本身从小就是热爱艺术工作，然后呢，刚好有这一群朋友，3D 彩绘的，光雕投影，然后我们一起邀请他们来结合了这家炸鸡店，所以说呢，我把这家炸鸡店呈现出不同楼层的一个设计风格，来邀请大家来看看，在桃园我们本地有这样的一个很特殊
很特别氛围的炸鸡店。为了营造亲子同乐的餐厅，老板也规划沉浸式互动游戏区。进到这个空间，就会让人忍不住手舞足蹈。之前看人玩会觉得感觉没有那么的投入，自己去亲自去玩，我发觉蛮有趣的，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手足舞蹈起来。所以我相信小孩子来这个场所，他一定会非常喜欢。还记得我头几次来的时候，我很惊讶，中立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店家存在？因为这种店家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一定要去台北市的什么信义区才有可能做到这种程度。但是第一次来，惊艳一次，结果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发现这家店的元素好多，都一直在惊艳。美食配合彩绘，让餐厅融入艺术氛围。老板希望打造全台独有的特殊口感，也创造出令人惊艳的用餐环境。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为了迎接数万名国内外选手与观光客，主办单位宣布，选手可周领场馆、商圈、艺文、交通、住宿等现金券。进场观赛的民众则是可以参加双北跑点闯关购活动，有机会抽中1000元礼券或 U 币。超过2400家特约商店以及400家百货驻点店家更推出各项优惠，让全民共享，一起做世壮会最强应援团。双北世壮运，一起打好康。在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新北市副秘书长龚雅文、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理事长周水美及台北市议员郭昭妍等人共同启动下，2025双北世壮运好康优惠大公开。首先针对选手部分，推出场馆、商圈、艺文及交通住宿4大好康，包括特约店家、在地商圈及商场百货3大券种价值460万元的现金券周领，凭券提供127座场馆免费使用与门票5折优惠，艺文活动加码及订房、交通票卡折扣等优惠。世壮运它就是一个运动嘉年华的赛事，所以除了要发挥运动精神，还有什么很重要？文化交流、旅游观光。那观光什么最重要？消费最重要，大家对不？所以呢，我们所有不管是国内外的选手来参加世壮运，就是除了比赛之外，就是要去希望可以带动消费。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感谢在场2400个特约店家，有没有很厉害？2400个特约店家，再加上4400个百货商场的驻点的店家，所以总共6800个地方让大家去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而且呢，也要感谢大家的帮忙，因为我们有商圈的现金券，也有商场百货的现金券，也有特约店家的现金券。所以只要在官网选手下载，每个礼拜有600元的现金券给你使用，而且可以到6月10号，也就是欢迎呢我们国外的选手来到台湾，也希望可以留久一点，在台湾多观光、多旅游。为了鼓励民众进场为选手加油，赛会也规划打卡抽奖活动。民众只要在赛会期间进场观赛，扫描双北跑点闯关购 Web App 打卡完成基点任务，就有机会抽中1000元礼券或是 U 币，还可以兑换限量壮宝周边商品。在这一次的世壮运部分呢，体育局有安排这个赛事参观的一个优惠，只要进来呢，他做这个赛事的一个观赏应援，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些集点的活动，另外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欢迎大家到时候在5月17到5月30期间呢，一起来帮选手加油。主办及协办县市超过2400家特约店家及4400家百货商场驻点店家也共襄盛举，组成世壮运最强应援团。除了针对选手推出专属优惠，一般民众也能到多个参与店家享受折扣优惠，在地后援好康，让全民共享。看到我们不管是为选手，为我们所有的民众来参与的部分，我们准备了从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有了。可是
没有我们在座所有的特约店家、跟我们的商圈、跟我们的百货，其实我们是办不到的。所以真的是我们最强的应援团队。那我们在各项的一个赛会的一个现场，实际上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在几个县市，6个县市里面，总共61处的一个整个竞赛的一个场地。其实我们也在做最后再次的一个检核跟准备，希望都给我们的选手来到双北，来到台湾，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参赛的一个经验。双北世壮运推出专属选手的4大好康，也让报名参加世壮运举重项目的艺人陈佑龙开心大战，吃喝玩乐一次满足。因为其实这一次有非常多国家的选手会一起来到台湾参赛，然后因为我这次参与了这个商店的拍摄，所以我其实还蛮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比赛之余到每一个商店啊、每一个商圈里面走一走、玩一玩。其实我自己也玩得蛮开心的，就是一边比赛，然后一边可以吃到台湾的美食，然后欣赏台湾的风景，我觉得非常棒。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及市府团队一起组队报名参加慢垒赛，林奕华强调，世壮运就是展现运动没有年龄限制的精神，欢迎大家以实际行动应援选手，用热情能量为这一场世界赛会注入满满活力，让国内外参赛选手与游客在双北世壮运留下人生中最精彩的回忆。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台北市万华区东园国小美术班携手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举办实在有意识特展，邀请大家透过孩子们的艺术创作，探索万华市场的多元故事。展览结合在地文化与生活观察，呈现市场丰富的人文样貌与生命力。水墨晕染，呈现市场摊贩热闹叫卖的模样。陶艺捏出了新鲜蔬果的生动细节，还有羊毛毡织成了节气时令的缤纷色彩。实在有意识特展运用各种不同媒材，围绕现化蔬果、市场风情、夜市美食等8大主题，学生们透过观察与学习，把日常食材和人文风景转化成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就一朵一朵的，有一个一个洞，就把它戳成一个一个洞，会比较像花椰菜它。我喜欢它一朵一朵的样子，要用铝箔包剪出花椰菜的外形，然后贴贴纸，然后画上广告颜料，然后涂蓝晒的颜料，然后用亚克力板，然后拿去大太阳底下晒。我作品是一只鱼。为什么会想以鱼为主题呢？因为平常都有在吃鱼，所以我想把鱼做成陶土。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有成就感，然后可以观摩其他同学的作品。艺术形式有绘画、水彩类的，然后水墨、版画、陶艺，然后我们还是多了一个羊毛毡。他们有时候是我们关起门来在学校创作时，有时候真的是他们的所见所想，这些都是校内的东西。甚至我们说可能学习上面，所以我们的媒材很多，可是有时候呈现主题其实不会这么的生活化。对，然后可是因为透过这个的主题，他还是会对于他们生活周遭的东西，他没有想过，一颗花椰菜，它事实上它有凹凹凸凸的，它实际上是一小朵一小朵的组合。当我们看到时，通常都是炒好的。那当他去市场时，他为了做这样的创作，他特别去观察那一朵花椰菜真正长什么样子。时候孩子事实上会学到的东西，会比在课本上或在学堂上学得更多。东园国小所在的嘉纳仔地区拥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学生透过观察与创作，探索生活细节，让孩子在生活场域中进行真实的观察与艺术创作，不仅提升艺术素养，更深化了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与关怀。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是万华地区的学校，所以我们能够以我们自己万华在地所看到生活中，尤其是吃的这个部分，来作为我们艺术的创作，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其实我们万华人是很热情的，那在这边的孩子，他能够把在地的这个体验融入在他自己的艺术生活当中，我觉得不管在
我们说的美学生活、生活美学也好，我们也有机会可以走出学校，到乡土教育中心来展览。我觉得跟孩子是最贴近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嘛。那这样息息相关，把吃的东西融在艺术当中，我觉得啦，对他自己以后跟这个节气连结在一起，他就知道他怎么样在吃的方面挑选，以及做好养生，让自己更健康，然后更茁壮。对，我们这次特别跟东园国小来做这样的一个合作，那最主要就是除了作品展览之外，我们从事先的课程的一个合作安排，包括他们去市场，那包括他们针对这些主题的一些探究，那我们都这个一起来做讨论。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可以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那尤其是我们万华地区有这样市场也好，对于他们小朋友平常没有在逛市场的一个机会呢，透过这个方式让他们去认识说，哇，在地的市场不是只有这个什么那些大型的这个超市之外呢，这种传统市场也有它传统市场有趣的地方。实在有意识特展即日起在台北乡土教育中心2楼特展室展出到5月18号止，欢迎家长与小朋友莅临参观，一同感受市场文化与童趣艺术的结合。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世新大学校园征才博览会在4月30号盛大展开，共有14大产业类别，74家企业参与，释出3000个职缺，吸引众多学生热情参与。中嘉宽屏也在现场进行征才，开出多项职缺，欢迎毕业生加入优质企业团队。世新大学学生带来劲歌热舞，让现场洋溢着青春与活力。世新大学校内征才博览会横跨14个产业类别，74家企业参与，现场吸引许多世新学生前来了解职业的内容与职场动向，希望透过博览会认识产业需求，有助于未来求职的方向更为明确。我是资管系的，然后现在是大4，然后未来想要从事，因为还在逛逛这个是那个博览会，然后目前比较有兴趣的可能是行销企划的方面，有看到几间还不错的，然后可能回去看一下他们投的履历，就是看他们工作职缺，然后再投履历这样子，学到一些能力，一定是在之后的工作上会用得到的，但是一定也是还要经过职场的训练，然后才会把这些能力展现出来。我是世新公广系，然后今天来这边就主要看有没有广告或者是企划相关的工作或实习可以参考这样。因为我们学校会有一些产学合作，那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些就是有请业界的老师来看我们做出来的企划是否是跟业界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再给我们一些指导，所以我觉得这3年是有学到蛮多。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致辞时指出，今年博览会首度突破3000个职缺，显示企业对优质人才的高度需求。他强调，世新学生具备物美价廉、方便安全4大特质，欢迎企业善用学校培育的即战力人才。我们有4个特色：价廉、物美、方便、安全。薪资对他来讲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所以各位用世新大学学生肯定是对的，我们的学生能说能做，而且呢能想，甚至于他能够为我们的企业体能够尽各种不同的责任义务。他对于他的工作，他绝对会尽他们的能力，让我们的业主感到他真的很方便。安全就是他非常忠心耿耿。基本上来讲，我想我们世新大学生就是在这4个特色之下，他毕业，各位好好用它，我相信一定会帮各位的企业做到更多的服务。全台有12家有线电视公司的中嘉宽屏也参与征才行列。资深经理徐巧妮表示，集团积极招募新闻、摄影、文字等传播相关职位，诚挚邀请对媒体充满热情的世新学子加入团队。
先跟大家说，就是加入中嘉哦，宽广了未来由你来开启哦。中嘉宽频集团呢，原则上其实我们在全省各地有12家的有线电视哦。那我们提供很多的职缺，那么跟大家跟世新息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传播媒体相关的一个内容哦，包括了摄影记者、文字记者等等哦。因为我们还有高雄都会台，还有各地的有线电视哦，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世新的优秀人才哦，各位学弟妹哦，来到我们中嘉宽频集团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行列。只要你对于媒体、对于传播有热情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摊位来走走、来看看。那么如果没有到摊位也没关系，还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来应征相关的职缺，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世新大学透过校园征才博览会与线上征才平台，建构完善的求职媒合机制。校方期许学生善用资源，掌握先机，顺利迈出职涯的第一步。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基隆屿4月1号正式开岛，游艇业者意外发现，基隆海面上出现不少海豚，数量比以往暴增10倍以上，让原本以夜钓与登岛活动为主的观光海钓船，意外变身成为赏金船。船长说明，多亏平时业者们努力打捞海面垃圾，保育生态，海豚才会跑来觅食，呼吁大家一起爱护海洋。海面上海豚纵身飞跃，乘风破浪，画出一道弧线，让船上的游客又惊又喜。看到船只靠近，海豚们也好奇游过来，让游客难得近距离观赏。附近其实不是海豚常常会回游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因为这附近生态的富裕的成功，那加上潮境公园生态富裕的成功，那其实有让海豚慢慢的有往这边来靠近。其实这对生态来讲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出发到基隆屿的船只，居然能够近距离看到海豚，游客都相当兴奋，因为以往赏金都要在宜兰花莲有黑潮经过地方。基隆屿主要是夜钓和登岛旅游为主，但从上个月4月1号基隆屿开岛以来，鲸豚密集现身，就连船长都啧啧称奇。正常来讲，基隆距离海豚行进的路径是有段距离，可是今年从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几百只的迁徙，一直到最近，这次应该是遇到第8次还第9次了，所以。刚刚我们船在前往基隆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前面有踪迹，我们船就开始放慢速度，慢慢行驶。结果海豚又在秀给我们这些游客看，所以今年来基隆屿旅游的贵宾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今年开岛到现在，从4月开岛到现在也没多久，他们就遇到8、9次了。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老天爷眷顾啦！大量鲸豚现身，游艇业者超开心，主要是归功于业者们平常自主性帮忙打捞海漂垃圾，让基隆屿这一带生态变得丰富，海豚主食鱼类大增，让海豚跑来觅食。这么多人一直在做，例如说海洋的保育，以及我们垃圾海上的清洁。那都有帮助。今年它海豚的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因为海豚是食物链的顶端，这么容易出现，就代表我们沿近海的生态是有进步的。大家都在问啊，今天会不会看到海豚这样子？他们会这样问就对了。对，有他会问。刚刚他们有看到海豚，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看到？我说你就注意看，你看到的时候跟我讲，我们一起看。宜兰它那个是必经的路程，跟它可能觅食区都在那边，所以它就会在那边看得到。基隆现在希望未来能够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效应。海钓船变成了赏金团，也显示基隆屿附近生态良好，游客出海登岛，意外看到礁客踪迹，让游客近距离目睹他们的风采。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佩珊，我们下次再会。